来看今仔透早，台南有一个细叶的查甫人哦，可能是不满财产的分配，摕2支刀啊去中西区的赤坎街一间酒吧找亲情来理论。毋但伊家己受伤，伊的亲情甲一个经过斗相共组织的民众是计共3个人受伤哦，也毋过加载是拢无性命危险。警方嘛以现行犯甲这个嫌犯抓起来，以杀人未遂罪来上班。 对监视器内面会当看到半暝传出有人大细声起冤家，现场汹汹嘣一声足大声，冇人话讲紧报警。这件代志就发生伫咧天马光4点外时，台南赤坎街一间酒吧，哪像是因为家族内家产分袂平的代志，一个查甫人摕双刀伫遮要输赢，现场 QQ 落落，嘿嘿叫，甲厝边隔壁拢吵起来啊！足大声，个时间真长，头有半点钟，嘿足恐怖，时间真长，个有人咧烧麦。 烧麦哦，对，看到足大声，第二日就被困一人。有救护车的声，4点外，若救护车人咧困较会紧张啊。 当去事发现场，涂骹也有足大台血液。消防局讲，现场有3个人受伤，包含摕刀的34岁细叶的查甫，佮有2个挑来的亲情。那这有受伤的空碎拢集中伫手，因分别坐救护车送去病院治疗。家在受伤无真严重。那警方这边表示，嫌犯为着家产分配代志，是专工摕刀走去酒吧找亲情理论。迄阵在场的人做伙甲嫌犯压掉咧。警察队的快达部队赶到现场，随甲人掠登去侦办。 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，现场有3名伤者，那我们先后送2名伤者到成大医院哦。过程中造成叶贤以及其他2名在场人手部受伤，均无生命危险。 原警当场将叶贤依现行犯逮捕。这件事件嘛，互外界想到日前台北都发生乌白杀人的事件。虽然这件是家族纠纷引起的，不过伫咧敏感的时机点，民众难免的心惊惊。警方回应会以杀人未遂罪嫌疑送侦办，后续嘛会持续巡逻，保护市民的安全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